当令的食物其实是最适合我们当令的身体。那我是希望我们吃到真食物，不要去吃到食品。所以每一样的食材，我都是很认真的去挑选，因为你可以选择要放进你自己身体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在学习我爸爸妈妈，就像我妈妈一样，虽然她很心疼我，但是她还是支持我的理念。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家里是他最温暖的地方。真的龙潭可以称他们是公园的。其实前面3年全部我们给银行做了动辛苦，这两时又有贷款规家伙全部动担心贷款拿不出来。其实你的心头动色彩方向要有上好的，但相信实实在在做下去，一天做得行出这条出家的路。春意水讲人言，江浙调重现。春风过去抢命多，红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泪风思念。西瓜清甜风里望。太初本业苦渐渐，日久处处添归烟，年年应团圆。日冬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各位合作好，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明珠。來到龍潭嘅島邊嘅，除了大家最記得咧，也有3、5料理以外，其實到巷弄地都沒有當到傳點，特別咧有風味哦。無論係用簡單嘅方式做出來嘅料理，也係用烤師做出來嘅澎湃，都帶得人也有天天嘅去了解品味。今日就睇到明珠來理下長山綠水嘅龍潭。說出兩邊嘅生命故事，來你。龍潭做地開墾嘅下，認真廣東客家人駛到倆來當道，形成了典型嘅客家莊頭。後來來嘅越來越多嘅外來人口，造成了今本日多元人物，留多彩飲食其中啲倆。天天菜地信用中心，天天的行地8年前，請鬧熱嘅結婚，來嚟拜訪今本日嘅牛年了。清明姐，來了呀，來了，做啥嚟兩天咧？要當叫嘛，做啥當叫？還好，一到邊啊貴數，而且人家店鋪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塊中案都花花草草，看起來就很療癒。對啊，真的。懂療癒。今天就是要來跟你學做菜，給你的菜療癒一下。好啊，樂來，做菜也很療癒。做清平太子，菜地客家人，此生一啲家族經營嘅傳統大計。古時對食材和美食都有自家嘅看法和想法，堅持用菜地無土又抗菌嘅長菜，用簡單嘅方式呈現食物真實嘅美食。希望大家在食好料嘅時節，也做得感受到一個用心，行家算係無價嘅承諾。料理之前，先來傳統市場買材料。阿婆清平當年就老搞乾了，你話係嘛？係，長開落。真的哈，阿婆你叫我誰80？80現在看唔出來呢。當年還按3毛出來賣菜。係啦。兩菜就大白姜下賣哦。係啊，兩菜姜下賣幾多年？賣19年了。賣19年。係啊，6年。兩菜姜姊妹用嘅。姊妹用嘅。係咩？我想這樣。厲害啦！而家最最愛妹妹啦。啊，用出來炒巴士誒。咩？賣汽車啦。你汽車誒？你騎好多擺出來。係啦。身體很動站呢。哎呦。
钦佩哈。你还飙车吗？敢哦，飙车。要吹全部卡中哎啊！可以的啊。哇，清平黑线鸭给你特别选这种有被虫咬过的哦。对啊，这个啊，我觉得啊，连虫都吃，就表示这对我们才是最健康。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保证。你看，你看到越多虫咬的，就是我们越安心吧。安用些，虫的都干脆，你是还蛮健康。这个灭有够秀哎，小的就必须烧的，其实会变烧，哈哈哈哈。烧的哦，其实会变。像它这自然成长哦，它不会那么大，然后它的甜度就够。一般来讲，传统的话，买出就喊人家菜贩送过来就好诶。怎么解一定会落要到比老阿婆搞惯呢？因为阿婆讲的菜冬甜，种要了啉水，一定要啉迄3度的水吼。啊，了到种了到是最新鲜。当你早晨出来买啊，其了一定迄早晨摘的，早晨摘，and 下晝吃是最健康。最健康的，又唔是笨，又唔是保存。前面人家种阿婆睇到菜，佢买到睇嚟上做得最稀哦。系啊，动辛苦。对啊，佢种暗好的菜，爱条较暗的来，拢是全部慢慢转去，给他做转去小坤啊。哦，要按下吼，周末也用哎，真的。阿婆嘛按下按的啊，种按甜的菜。有上次今日天时好哦，有上次容易这真很辛苦哦。有人哦，有人。落了着阿婆讲法嘅高场地度，唔但将做得感受到佢哋对食材嘅重視，還做得沉入菜地生活嘅人情。市場地度搭在攤呢親切嘅上家們老客買上，人老人嘅連結當緊密，又有濃濃嘅人情，也係一種算係百鄉設計嘅想法，還較展現呢地方文化，老傳承世代生活智慧嘅素材。來驗嘅漢藥，好啊點講我用兩眼木卡，兩眼木卡啊，要動響哦。那所以要係爸爸咯，要係爸爸嘛，兩眼爸爸，太上槍哦。個爸爸對啊，特別快幾年咧？佢50人咧。我自細愛叫細，你愛見點出叫細。你出生幾年咧？可以啊，可以50年的話。那你们是有从以前就开始做了吗？阿公那个时候，阿公、阿太的妈妈、爸爸妈妈、太祖，哎，你们做5胎年呢？系啊，传家下来这种中药世家。那因为我刚才有看到哦，单枪也给几个，也几多年了？穷用吼，因为安样的也还已经拢汉得看到的，真的。较传统啦。嘿，也下无想讲退休诶，做50年的呀，做得退休诶。退休做得退休啦，是讲半退休啦，上尾了啊，把是追了啦。哦，按用轻吃菜，他就是半做半料，跟料温难。好好哦，料都温难难。系啊，做啊了啊都唔会。按用轻好。你俩做生意，有上次朋友啊、老朋友全部会来拢去聊天啊。哎呀，按用木卡咩去店面咩，开店就宁好了，要到咩大嘴骨咩好啊，炒料咩好。吃茶啊嘛都得。你哋就我过到喊他吃餐，好棒哦。地主爸爸嘅講法地度，做得發現到佢吃菜有小口嘅人生觀。老藥店老菜店人已經超過1甲子嘅日咧，店度嘅古董藥櫃，空氣地度有各種漢藥香，交融出一種古樸悠閒嘅氣氛。想到會當到老主顧接來炒料，同時成就為退休生活嘅寄託，老傳承嘅使命。認識嚟料理嘅藥材過後，天天嗌來嚟拜訪祖媽媽了。今日按什麼來做咧？老娘妹耶，清平姐跟我合作料理啊。係嘛？係啊，講下幾間店嘅全部基產都係負責。係啊。像阿娘，你看，你去卡咩做傳統做研究嘅吼？我不考。係啊。阿公哦，嘛個要做包嘅麵啊、飯條啊、拌嘅我鋪裡的。
啊，做事点心点迄个妈妈，到后尾开始要抢研攀做，攀酒色啦，还是得又慢慢的又做攀酒色，到攀做还那辛苦，全部要去甲做，系咩？连下攀做还简单。娘妹耶，清平姐啊，用咩讲好做事咧？一开始会反对当红攀的嘛？嗰时我又去甲妹做事咧按辛苦啊，对啊，寒有寒，热有热啦，系咩？又赚唔了几多钱，毋过。夹先生过世以后啊，40人岁过世，其实甲30人岁啊。佢讲，我喺佢做了大，佢讲我做唔得一生人都靠父母啦，吼。就讲我一家出来打拼，我一家做来打拼，哦，啊，我本身也做只榜样啊，我要心疼他啦，吼。不过人生都安样行啦，我来说几有钱哦，差。动到充电，哎呀，那么进步啊！有擦美白的东西啊，乜嘅东西？对啊，导演们卖。导演唔怕，当然对，你看，对。生发啦，无奈何啦，我要心疼他啦吼。不过人生都安样行啦，结果我出来打拼嘛，吼。移动土地啦，吼。嘿啦，啊，就是想讲，做嘛要做按辛苦的事情。真嘅。你大学毕业，你要设计嘛，吼。你做设计师要挣多钱，比如讲，设计师啊，照顾唔到我生人嘞。在传统一方面。现在没有事了，就做得照顾到佢，我全部卡做，其实当日做得赚来啊，读书赚来就看得到妈妈，就做得啊，看唔到爸爸，最起码要看得到妈妈。你爱佢做，我知道佢做到有声有色样诶。我有亲戚朋友来，我就带佢来食。真的啊？我呀带佢到来食啦，第一啦朋友我就想，来我妹搞搞，哦，第二我就想。来考验佢啊，看佢做到好什么啦。干用佢怕会动讲你了哟，来要打分数。哎呀，那么进步啊，错嘛？我来说几有钱哦，差。讲到重点。我以为攞佢指头，那边做到唔好，那边按加强，用百年。用佢当反样来说啦。去家人嘅意见，然后也係最实在嘅。对呀。唔咩单枪懊恼听听，对不对？嘿，做唔得单枪懊恼，佢都唔会进步啊。讲老实话呢。嘿啦，哎呀嘿。而且看到妈妈，你单枪你切出来就提供你真嘅係。老行家。行家，真嘅專家。做50-60年。没有做传统，差不多会懂粥啊，可是你都细皮嫩肉的。感觉皮肤按钮是吹弹可破讲真，做俺没讲就天生丽质又糖唔食。哦，糖要。按钮会发觉搽妈咪无效吼。冇样啦，中药要搽美白的东西啊。乜嘅东西？你啊，导演要骂。导演唔怕，对。啲做妈妈乐观开朗嘅小场地度，感受会到佢嘅健爱，同时又做人也爱，无私嘅爱。对清平子为了生意呢，有养好好，自家答应成法，充满嘅通下老唔判断，都会在挑夫心嘅佢，虽然唔识表现出来，不过看佢嘅实际行通，啲成法地度点点嘅本佢支持，令子吃到热闹。清明节一下全部我看已经准备都差唔多一下来准备也出菜色系乜嘅？很多狮子头锅烧用豆腐加蛋白质嘛做的代替肉类蛋白质，而且加蛋白质含那优质。TPL 线啊用的板豆腐当做的，对不对？豆腐有2种，一种是嫩豆腐，跟水分调度。水分烫到，然后腌个狮子头的时间，炸迄个3枪，我全部散开了。豆腐拢已经剥开晒，然后腌开来，然后就拢已
掠水分，我拢给挤出来，有嘛？掠有水分，嘿，嗯哼，有嘛？嘿，懂寒冬都水分呢。对啊，慢慢的，其实不容易，耐心的。对，真的，因为佢冻掉就会抽走诶，系啊，会拔出来，对不对？要用按力的嘛。暗的真嘅。好，哎呦，半条腹已经弄到差不多按用的状态耶，撒下了就要来漏掉溜，全部落去吗？系。好，溜溜有一些水呢，可以了。每一口哈，出色的都了的，哎呀，这些会当我均匀啦。你咧还嘛干嘛？用米头咁起麻糍，嘿，要按紧。要用认识个，记到啲热出来咧，所以有当我削的。嘿，错增加个口感啦。啊，韩国咧，要白香哦，香菇啊，拢姜嘛，要炝香要耐心慢慢的煸，滚个香气出来。真的好香哦！这个做的搅翻身嘞，食材的鲜味，全部靠那个姜的味道拢给提鲜，被体现出来。不过说真的哦，清明姐，刚好妈妈没有讲你啊，用做从哪给东西少呢？你这样做餐厅，而且看你一个人都忙进忙外的。因为其实甲做过，做我厌啦，不过甲新从因里头做一俩豆腐香腰，真嘅，大家有感受到。老胶原嘅料用力地把中度滴出豆腐嘅粘性，燃出大細度好嘅鹽球樣。特列汁布有綠鹽嘅豉油頭成型過後，個병葉油鑊泡到皮擦個流起來。병葉用青菜煨出來嘅湯度去煮，青菜嘅刺條撈其完美嘅膠用，唔是聽到嘅調味，撈黏嘅精華所係啲度。他來做乜噶？做俺媽媽也好朋友，最愛食那個。對，你怎麼知道我們變成剛剛的好朋友？最愛食的西班牙炒飯。對，那從那個店配方給其實俺給他很堅持，我心機很重。怎麼說？因為炒飯呢是一個廚師的基本功。嘛，迄一隻廚師有沒有真正的功夫在裡面？真的。好，你係先表演嘅係面頭嗎？唔係呢，你按個甜頭。甜頭。可是那個有哦。西班牙炒飯有實在嘅哦。有啊，你下啲外國啊，實在嘅吼。懂時尚。變成一種流行了，真嘅。可是炒飯。不是一般來說炒飯的話，人家都說要用隔夜飯。俺冇呢，俺全部用個金餅嘅煮嘅飯。不過跟你說煮飯嘅時間都同認真咯，水分含個那個 Q 度要掌握當好。俺的米飯很多陽光米哈。陽光米。嘿，陽光米佢特別用日照，佢沒用烘的，你用個陽光天天的，攏佢泡按手乾吼，給米煮起來當 Q。韓國還有用個麥片，麥片係全穀類，全穀類食物嘛哈，米攏個麥片的比例會調和的，對不對？從我那個二廚哦，我搞佢煮飯的時間，給他壓力動態哦。怎麼說？因為吼，我就唔係用個頭下講隔夜飯，我用兩金餅嘅早晨煮的。有陣時吼，佢洗米冇認真洗，跟米冇香。還蠻香氣的，跟米煮起來會黏黏。跟我炒一炒出底，跟唔是崩啊。哇！跟其實不愛黏的。當緊種，聽日就從你開講聽。甜頭節撈香菇殼，用蘿蔔煸出香味過後，佮拿整好嘅飯撈佢結合，撈嘅一切到飯變到鬆鬆，金頭。個병葉其他嘅配料，圓炒到香味衝出來。吃食以後，飯粒圓又 Q， 青菜嘅刺甜啲再放散開來，好料就啲頭前，目定嘅日醋鹽來食。你們呢甜點，我們清明節跟花週夜的料理，現在坐下來吃的時候，其實有另外一種感受，因為光是在這個空間裡面，我不你要感受到心整個放輕下來，可以好好品嘗那食物的原味。當初設計這個空間也是要有很簡單，然後極簡的風格，就像我們的食物一樣。對，只要是感受到這個空間的情境就可以舒服的吃飯。那我就先來品嘗了。好啊。先來吃炒飯嗎？當然。
我现在还没有吃哦，但唱看雅给我摆的话就很吸引人了。这个饭好厉害哦！饭好真的很 Q 弹呢。但这还给 Q 弹以外，地图真的是都可以种抹给它的香甜在这里。还有煮粒饭啊，迄我同学，加到日本，给婆婆教给煮的，而且不用本块，然后还不用醋。你说都煮饭的时候就不用本块了？炒，不用本块落去啊，给熟成唔好按夹，不用选吃哈，给饭会较拍香，较软，你这样一下子都把你的秘诀全部都公开了。没有，因为那个台湾的米饭真给东好食。而且那个甜这味都要低度啊，含干那个豆子，非常的脆甜，骨头还糖的吃开始，完全有下下骨的声音。不用的时间要看好，然后饭炒拄好啲某个调味，你就给它像拉拉的这叫哪里？用夹不用给红黄椒哦，温圆的。软体嘅唔可以按切骨，韩国加水分要走出来，饭要变黏黏的。那时候呢，妈妈可不可以来都要特别吃？你今天炒这，她就说 OK 过关，超好吃的，真的 pass。好，三好了呢，就有这两个狮子头，你先食一口汤，先喝一口。看眼汤有功夫嘛？这个汤其实是很清之外，重点是底都已经有给它一个紧法，汤头已经变成琥珀的颜色了。早上忙来时间啊，就先放起来成本嘅滚呢，滚差唔多2-3钟头。哇，2点钟，2点钟还弄火关它，本给慢慢的酝酿。很甜哦，也给汤头底都感觉到所有嘅强脆的那种甜味都散到里面去了。感谢早晨嘅中菜阿婆。真嘅，感谢阿婆。然后呢，就剩调下董辛苦作为狮子头主角嘞。哇，好有料哦！你很害怕跟妈妈有四目相交。错，要么说迄得出来俺妈。俺妹妹讲你会 hold 不住。刚刚你们用了种马鱼呀？种太条莲，水龟太条莲。太条莲，这里有大头莲吗？我们这边水主要都是大头莲最多的。大头莲最多。外皮虽然讲听到给同口低度，可是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外面那种酥脆。呀，它尝到有下下棍的声音吗？就是给菌脆，然后等下给马气。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那不会没薯脆，可是吃下去里面很软嫩。今嘛是入口即化，因为跳舞人拢给黏到绵绵嘛，就弄跟就是跟肉同样绵绵的时间样入口即化。但是还有一个惊喜，就是刚才有煸炒过给香菇老姜嘛。姜麻它真的是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姜麻跟那种燃米有没有提升了它的味觉层次上的口感这样子。那我一出用阿爸亲身调皮嘅漢肉菜，師傅混出來嘅肉身，濃濃嘅漢肉面，然後所有齊齊嘅香菜起甜，完全夠用，食香味樣樣全，香菇準你味糖過後，飽滿起甜又多水嘅口感，害眼肉唔吃，上我飲來食。小小嘅糖，啲溜下後涼嘅蝦，在空度充滿呢濃厚嘅味鮮。前面姐，因为天天你要看下牛，稀是从买出来，然后你是你要不看你，喊嘎，然后我们看下做出来。妈妈刚才也有一直讲到说，其实你张开始的时间，2块要检查，然后他们其实是很担心的。你给时间出来的时间，你没有一点担心害怕吗？我觉得就是要勇敢的让我的孩子看见，不要让他们觉得。我好像在我爸爸的妈妈的保护下，在他们的翅膀下，
我自己长不大，那我的小孩怎么长大？对。有跟妈妈坐下来聊过吗？请教跟她说，你现在已经做得很放心了，很好了，请她放心的。她还是很希望我回去啊，陪她。我都说我做的米虫做得很称职，啃老啃得他们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应该，就是身为一个母亲啊，如果我没有孩子，我觉得这样不错。好好陪着我的父母亲，但是我自己是一个母亲的角色，我还是希望我就是做一个榜样，带给大家，然后你也可以很开心的做你原本要做的事情，对，然后还是一样把他们很开心的带大。不过你刚刚做错时间有讲一件事情，我没有继续下去，就是说你很害怕跟妈妈有四目相交，每次都讲。你会怕他担心你的那种眼神，会让你觉得不知所措吗？姜木这跌出来，姜木这跌出来，俺妹妹讲你会 hold 不住，真的。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情绪是会感染的。他有在你面前哭过吗？因为妈妈她很乐观呢。是他是很乐观，可是他跟我一样，就是坚强出来。对，然后。可是其实我知道他一直都很担心。妈妈刚才一直有讲到，就是先生离开的时候，你也是很勇敢的，气概就会开始做给孩子看，开始了这个餐厅。也许扣押给传统可以让你转移目标吗？非常还讲，让你可以有一个新的重心啊呢。唔系咧，我从来讲，长期过顺的时间，我出伫甲面孔旁边讲。你没做完的功课没关系，我来做，我可以做得很好，你安心的走的这样子。跟我用生意学台，我知道个身教会比你说的再多，你要努力啊，你要好好的用班，都没有比你去家做饭嘅快。人生不有同道嘅岔路，每做得有同道中嘅选择。请凭自嘅天用正向乐观嘅生活态度来面对，家嘅料理唔但将本人好菜，未来家嘅人老人之间嘅距离，还加加深咩也爱之间嘅情感。支持请凭自健向前嘅通牒，除了美食嘅创造，还有佢对生人嘅责任心。你也按到年龄之下，呢件始终嘅年轻少女嘅传统。就变做係生人嘅最好嘅話題。稍等下來，民主愛帶定大家向下來啲體驗另外一個菜體美食，生活現做嘅五個。稍等下來，你要帶定大家來去食一個生物料理，你哋下就可以到一個生活水果也到邊看見是非常嘅正。但大哥就到頭前嚟呢前面仲有種嘅料。范太哥，歡迎來到呢度。哎呀，要見識動獎誒。錯啊，有來過冇？有。幾時來過？我差唔多要3-4年前來，到要種嘅。而家就地重遊有冇個感想？我哋根本要種嘅多冇，很緊張。試看啊，看有冇啊？范德忠太哥，菜體客家人，此生天地無卡人來北埔發展，料理一項技能係啲無卡傳承來嘅。本期嘅天聽到阿爸阿媽嘅腳步，行上料理嘅路。太陽喺10公年前，也愛啲傳染嘅退休轉到蘿蔔。太哥沒有嘅轉向嘅想法，傳承佢哋祖式嘅手藝，啲熟悉嘅土地行來創業。真的，你在這邊抓魚抓幾年了？大概30多年了。30多年了，那這邊有改變很多嗎？大部分都没有改变到啦，那还是一样啊。像魚會不會越來越少啊？或者是說有什麼生態上不一樣嗎？我們魚會每年固定的放200萬條哦。哦，會放養就對了。哎，對。呀，到尾嘅乜嘅魚嘅較多？大部分都草魚、烏溜鰱魚、鱸鰻，魚都有啊。剛剛你們用了種乜魚呀？種太條鰱，水庫的太條鰱。太條鰱，這裡有大頭鰱嗎？我們這邊水庫主要都是大頭鰱最多的。大頭
头鲢最多。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抓那个草鱼啊，它是用定制网啊，这个大头鲢也是一样用定制网吗？对对对。所以你前一天就来先放了？哎，对啊，晚上放，白天来收。晚上放，白天来收啊。像现在天气比较冷一点点哦，那有没有说放有什么技巧呢？很冷的话，它的整堆它不动了。取暖。哎，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一抓就整批一起抓起来的。不一定啦，有时候冷的话2、3条也有啦。有时候抓很多，有时候抓很少。要看运气，对不对？那你觉得今天你感觉我们会抓几条？有没有那个预感？因为抓那么久，应该有点预感呢。这个是靠天气，我也不敢讲抓多还是少啦，有就好了啦。讲的个人，意思随食饭嘅健身，伫泰国尝试欢喜、尝试无奈何嘅表情地度表现出来。慢慢的去听听体验菜天人嘅生活情形，对生活、饮食、环境、饮食嘅连接，丰富嘅无穷样尝试嘅精彩。上门水库强力嘅水质，培育出似有皮嘅各种嘅。政府咪开放菜天人申请5名证来种苗。你看它已经都料给手材。刚才那个船长，你说这个叫做什么龙珠哦？哎，龙珠湾。龙珠湾这里哦，已经要可以来抓鱼了。因为刚才呢一路过来的时候，船长有说，这些那个手稿竿呢都是定制网的记号，是不是？对。这要按牛几百嘞？这样多长差不多1200。1200尺。200尺是不是？从7、8到过年这段时间哈，因为水温、天气都很冷，鱼哈都沤到整群，它也不动。有时候我们放网子直接放沉底的。沉底哦。哎，把它赶给它动啊。所以天气要是比较冷的时候，鱼群会聚集在比较下层的地方。哦，天时还看捏那方会在比较上面这样子。哎，对。如果到明天过后哈，天气好的话，鱼都全部浮上来了。真的，范大哥，你已经跟船长合作很久了吗？哎，做多年呢。真的，就老给按牛老给搞关的呢。系啊，因为你哋全部喺保护区，所以哋留下来嘅水吼全部东呛里，所以你哋位看你上门水库按太嘛，所以嘅水嘅养分，然后浮游生物动多，嘅嘅，所以嘅味道都冇强咯。真嘅。所以主要是水很深，啊，你池塘的话都浅浅的，它随便那个泥巴花酵哦，都是那个泥巴味的。哦，你拉拉看，我去拉拉看，你拉拉看会不会中啊？哎，好深哦！要这样抓起来吗？抓起来吗？先看感觉。要先看感觉啊？哎，什么感觉啊？正重的，然后有一条快浮起来了，有没有看到？鱼吗？鱼吗？哎呦，好大只啊！活鱼，这真的是活鱼哦！你太可怜，真的很大只哎！这只多大，船长？这范大哥8斤。8。有一条快浮起来了，有没有看到？鱼吗？有哎，在前面抓到了，很大一只，哇！抓到了啦！弟弟，它还活着吗？活着，活着，我要走掉。哎呦，好大只啊！活鱼，这真的是活鱼啊！那个怎么办？刚好金莹太兴奋，而且有点吓到了。但是呢，你太可怜，真的很大只哎！这只多大，船长？这范大哥？8斤。8。我们还是要让它保留是活鱼的状态，对不对？大头鲢，对不对？8公斤。有嘿，这样8斤。真的很大只哦！这样养多久？大概差不多5年。看5年5年再按摊母嘿。
观众朋友是莫少爱哟，虽然有按多年主持嘅经验，不过对任何运用表上表下嘅创新生活，总系会本爱强到为死，想做用动强。尤其也咪用皮又大嘅大头脸，看佢本人做起来嘅时节，嗰種又強又做到東西嘅心情，本愛當難聽用睇，知道自家有利用感，當場要較權到嘅咧。好，你阿今呢就會早晨嚟到傳達個作戰了，也給太口咧。佢發跳的時間啊，真係唔敢把夾。現在呢，我才敢真正的靠近，哇，真係懂太迷咧。係啊。到以前啊，先看一下真嘅太頭臉，看下太頭臉應該就真嘅係像名副其實的頭拿同太臉般的，對不對？來啦，倒落去哈。哇！好，很容易哈。我要把它對半破。真勁動有扭誒，它對半然後佢破開來我睇大啲吼，煮唔到嚟食。OK。條有兩三部分到最後是，像你有冇膠質？哦。還有你魚下巴你扭，兩樣全部都結實，還有你的膠質，好，養顏美容、膠原蛋白都係你的。愛啲。接下來我看你準備好油鍋，是要下去炸嗎？炸個較香，它唔會做變形。哦，被塑形。嘿，塑形。你不用按落去，馬上就變色了吼。錯。而且呀，回張誒，就塞放者這地方已經挑起來耶，應該就是它膠質的地方，對不對？錯。那這樣按落去破誒。差不多2分鐘。2分鐘。炸比香嚟都做得咧。哦，做唔得比全熟吼。做唔得嘛，冇甜粉全部焦香香。啊，對。一個鹹菜唔條算是。正統的客家菜也係講有貴過嘅啊！正統的客家菜，咁掉起來咧哈。好，看一下。怎麼炸過好像變比較大隻哎？沒有啦，一定變小，一定會變小啲。一定要生準的時間，冇破條腳它會落體。落體，冇甜味。它一半用嚟之後咧，你要炒鹹菜。炒鹹菜。你要先標順後哈。豬肉先拿過來。先標豬肉，排泄啊！豬肉先標香。你拿豬肉吼來標比香來。好多金黃係嘛？給油的天來逼出來，將會油將會拉，你下你標酸頭啦，那這位標就辦到好。好 OK。我過來標鹹菜。鹹菜老媽人教過呢？那這個媽媽教過呢，嘿。媽媽做的。當厲害哦，媽該全部會。嗰時候也就真嘅係木下嘅米頭誒，家的味道。對。好香哦。你要加皮糖。兩個嘛？錯。10幾個皮糖。10幾個皮糖。好來，慢慢的標。好，全部都嗎？唔是，這啲咧都好咧。過來，好，還要做的，好。好，你要做的標5條下去，好來，放下去一起燒。好，姜下。燒。別補一下啊。倒入皮糖，本5條老鑊度嘅鹹菜，姜下混到入面。鹹菜會本人講係客家人嘅寶，點其特別嘅風味，落做得老各種色彩完美融合。唔但將做得粗香，還可做得本料理變到精彩。盤定水氣嘅鹹菜裊嘅香味飄散啲空氣啲度，我已經咬到肚時就變擺濃咧。椒汁鮮魚最重要應該就是俺術後拿一下嘅吼，青花椒。青花椒，一般，哎呦，好清香哦。那我一般看到這種咖啡色的那種花椒不一樣，這個味道像是，你知道還有帶一點花的香氣耶，新鮮的章魚。對，因為一般來說炒過的它會有點辣味，這樣。你哋標會標的哈。好。這個不是自己種的吧？沒有，好，來，我來標蒜頭。所以等下唔是姜下標落去嗎？唔是，等下你喺壽司哈，標嘅哈，標到喺皮糖，淋上去一樣。把這個壽司弄好勢過後，將淋到呀嘅。唔係當杯。唔係哦，它唔會煮到肉體。唔係，它唔會煮到肉體。而家標到皮糖。好，等下不用皮糖嘛。不用皮糖係。那為什麼呀嘅5度嘅部分要用按照料理方式咧？你5度吼凍起啊，油脂吼凍豐富。所以你用半生熟嘅方法就煮，給煮起來味道才會好食。才會好食，所以唔合適用泡嘅。做唔得用炸，就聽講半穿湯啊煮半熟就好。
哦，比较鲜嫩，较鲜嫩，口感要无强壮。所以真嘅无强用的铺味，有无强用的料理方式，这就要很了解行家才做得出来。错，你也滴食材特性的主张会发挥它的特性。啊，落下皮糖落去了，全部落吗？用一般。鸡汤哦本身有甜味，鸡汤老黄的姜仔煮，个鲜味热天无强壮。真的。老切到泡泡嘅汤到半熟嘅黄度摆伫铁盘上，淋上太高研发嘅强化酒浆，甜甜留下来流料嘅汤汁，所有齐齐嘅食材变做五味咸油嘅好菜。俩嘅酒浆唔但唱好看，还加迄两世界翻作当清香人嘅风景。就是呢，去也给做我也给太调练，经过大哥的巧手之后，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活鱼全吃了。好，我们今天取最经典的几道本大家试看啦。刚压下肚后压黑五头、五身、五迷，对不对？好，我们就从鱼头开始先吃。来，最后是要腮帮子料味哈。最 juicy 的，吃看啦。清软的呢，要注意下得听听呢。运动部分最多的地方。好。起嫩，而且呢，它虽然嫩之外，它还有弹性。胶质很丰富。真的。鱼眼睛旁边呢，叫胶质没懂后。哎呦，我已经看到胶质了。你看那肚后牙给手材，都给胶质，很香哦。这个胶质多到像是果冻一样而且重点是因为有老含才会管黑，所以它其实蛮开胃的。超。如果这当第一道来吃的话，对啊，还有当然你客家面。真嘅，生下来生奶地咧。5条人5杯了地吼，水太低了地。哇，当盆的哦，也得用啊。肉很结实哈，你带着的汤汁。哇，好，这款啊。肉质奇甜软嫩，韩刚呢，你刚刚看到嘅米安泰米哦，可是它的肉质非常细致，而且有芒珠刚刚居然有透明状，煮出来之后它是变成是雪白的，真的要新鲜的鱼才这样子。这天要鲜吃鲜做的，然后水苦的，这样有发吐。真的，换另外一种味道，换吃这个。这个叫做胶汁鲜鱼。胶汁鲜鱼，你看哦，你看它太狗肚后是溜溜的通啊，起来听听，所以呢，它是很肥美到这一块刚好有油脂的地方会 Q 弹。你俩煮了都哦，火候当葱腰，就是你穿烫了就只能做5分熟，5分熟了吼，摆到盘的当杯，用了酒精膏慢慢的煮，给煮出来面那的有冇鲜甜滑嫩，给口感才会好食。也油脂给点吼，所以了入口即化。它真的已经化开来了，完全化开了耶！不然懂用不然就懂半嫩，因为它本身肉质很好之外，重点是它不会让毒味提防那个鱼油的香气包住那个肉，然后呢再加法子给本身那种辣劲吗？是麻辣香，在舌头上面起了很奇妙的变化，很像在跳舞一样。对哈，有一些这种小时候在吃那种 BB 糖，超油敲，不要这样子。酒中酥麻香辣，唔但將食起來當茶飯，要嘅五度肉，上後又唔會呢改，能夠料出糖汁泡米煮係用太調煉嘅米來料理嘅，因為料鋪味嘅五骨較多，故所用酥泡嘅方式來料理，搭配酸甜嘅糖汁醬，攞杯酥啲度軟，酸甜，本人食嚟就會甜味哦。生下來時就發現到，牙根從糖開到一樣，這上面是3檔狗以外，而且還都是住宅區。錯嘿，嗰兩時迄來媽媽然後爸爸吼退休了，講我就真係一家蔬菜故鄉啦。退休啊，來香港全部有年紀，你就會做年的時節就會等來陪得來嘛。你這樣快是開到一檔畢業來時間。你不會想說客人從哪裡來嗎？有啊，前幾年全部正經蒙人客啊，慢慢的做起來的。前幾年就蒙人客，你說前面那幾年是多久的時間？差不多3年的時間，全部慢慢跟人客。3年你都冇乜人客？錯。咁嘅時間就
养发耶。对啊，当艰苦在做啊，像嗰种是有贷款嘛，去了健保安泰健，大张要10个万的贷款来办。那你不会有压力吗？有啊，来老婆全部讲默默做来去上班，他无按到的压力，系啊。不过来伫哪个做嘛个，那当有目标，所以坚持落去。唔过你讲，爸爸没做传堂，传到你啊，给输了，他一天比你还要担心吧？错啊，记得睇着银行迄量啥，像夫妻拢的，迄量是移动门后吼，看来看去都行唔落来，结果来妈妈看到吼，夹夹在迄门后，每一个要食饭无，哎呀，正好嗰量啥银行吼来落来，系啊，用银来，看嘛，识到你哋客家菜还唔错，有无？都专又来你宣传来用银。所以其实很多你这边客人应该都是主顾客。做到了全部主顾客，嘿，热啥很热啥的是来用银。我发现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在食材上面，其实你非常的了解啊，就看好些了。嘿呀，福区呢就上门水库啊，我看到你很多小的地方的用心，把客人照顾跟自己人一样。系啊，银行说的啦，你说的全部强咗嘛，而你说的是唔同银行也会认同的，所以你基本的食材有冇，而你一定要去坚持。之前都台北啊，全部做嘅台菜海鲜啊，转了啲，你这个客家庄，看到暗号的客家的食材，你就听到来发挥啊，所以慢慢的演变，全部有一些创意料理，没有很传统的客家菜，好，按银行说的咩唔错啊，样品。你们几年然后叫他认识下来啊，而且又了解你的故事。你看前3年冇马人客又太快，然后又按太给那传堂的经验，但是呢，一般人来讲，要是我的话，我一定很紧张，跟去上工勇敢赛。但是你给人的特质不一样，你好像目标懂清楚，就是很放心哎。没讲放心啊，其实你都在用上面，你懂积极，心里面是很惶恐的，可是表面懂平静，好，你有目标，好，跟行变下去。色菜行都在那时间会不应该看到不一定，但是其实对你来说，你心里面很踏实。你做的事情全部係錯嘅，食材，個食材，好，莫去偏硬，東西做比起來，口味到底，這啥傳下去，你的傳統生意都會好，所以唔是強。因為番太哥親身來做，行家嘅檢聽，家傳嘅好面試，將做得經過精神人傳揚開來。老人仲係做得好好利用在地食材來元素，累積出自家特別嘅輸入菜。一味起五，做得變化出各種無窮樣嘅飯做好菜，突出都有做生人嘅人生經驗，老感動嘅故。啲料理已經完全變做生活嘅一部分嘅世界，幸福兩件事，將做得形容也世界嘅感動。禮拜來到龍潭，透過清平節嘅料理，我從未識出來佢什麼樣當中嘅基本簡愛。行家番太哥未聽過料理，展現出佢對食材嘅堅持老用心。第兩啥，充分地展現出人生嘅勇氣老智慧，老生命當中最適貼嘅人生哲理，轉化出無窮樣嘅意義。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週好面試，你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線18年，四季輪迴又一年。